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16，腓立比书3章30安尼讲：恁因为咱用上帝的神来服侍，踮伫基督耶稣来夸口，无外靠肉体的，才是受割礼的。三个来祈祷，爱愿踮伫基督耶稣来夸口，无外靠肉体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古早、现在、直到将来，永存、永活、永在的全能至高上帝。你的权柄远过诸天，你的信息达到穹苍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愿同心拍落伫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阮的敬拜、称颂甲感谢，因为你伫耶稣基督来赐下拯救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反省家己的信仰使命，互阮无将焦点放伫外在的仪式礼仪，要伫阮的心远离你，确以为家己是敬虔。求你互阮知，是着用你的神来服侍，也踮伫基督耶稣来夸口，互阮无外靠肉体的，才是互主接纳受割礼的使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